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来看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的第14章3到9节。这段经文呢，在四福音当中都有记载，而在马可福音当中，它是这样记载的耶稣在伯大尼那患麻风病的西门家里正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带着一只玉瓶，里面盛满了珍贵的纯拿达香油膏。她打破玉瓶，把香油膏倒在耶稣的头上。这是一个很不太可能会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出现的一个场景因为女人在当时的社会其实是没有地位的，她们就像一个男人所拥有的财产一样。可是女人不仅是来到这一群一起吃饭的男人当中，她还带了一个很珍贵的拿达香膏，她也来到这个地方打破这个香油膏，然后把里面的这些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倒在耶稣的身上。而这个香膏呢，这个行动呢，惹得整个在座的人很不高兴。他们不高兴的原因有很多，可能如同我刚刚所说的，但还有一个不高兴的原因就是他们觉得它很浪费。因为当时这个拿达香油膏是很贵重的东西，它一瓶可能就是一个人他1年的工资。这个香油膏远从如果现在理解，就是远从印度来的，从很远的地方来，然后用一次就是一个人1年的工资，所以是很珍贵的东西。他们觉得这个女人呢，真的是完全就是不懂这个行情，不懂这个价值，竟然做了这么浪费的事情，还说拿这钱来救济穷人多好啊！不过这女人她完全献上给耶稣的这个心意，在耶稣看来，在耶稣的计划，在耶稣来的目的，在耶稣在这个受难周要做的事情，却是非常的有意义和价值。因为耶稣说，何必为难他呢？他为我做了一件美好的事。从耶稣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常有穷人跟这些人在一起，愿意的话，这些跟随耶稣在耶稣旁边的人可以随时去救济穷人的。可是耶稣却不能常跟这些人在一起。这个女人她已经尽她所能的做了，她把这香油膏倒在我的身上，倒在耶稣的身上，是为耶稣的埋葬做准备的。这女人可能不知道耶稣接下来要受死，要死亡，但是她把她自己完全的献上，却参与在耶稣救赎的工作当中。耶稣在最后就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福音无论传到什么地方，人人都要述说他所做的事，来纪念他。有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可能我们只是真的真心想为主来做，我们所拥有的知识，我们所拥有的方法、技巧、策略，可能不是那么的好。不过在耶稣的眼光当中，若是这是参与在神的计划里面，或许我们正在做这件事情，它在永恒里面却是另外一种价值，不是世人眼中看为这没有地位的、没有身份的，还这么偷贼、这么浪费，而是在主的眼光里面却被看为是宝贵。当我们献上自己为主所用的时候，即使是那个一次，好像完全都献上了，已经没有保留了。好像也没有对其他人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不过若是这在主里面有价值，若是这是出于主的心意，若是这参与在主的计划当中，主耶稣要纪念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你知道我们的限制，主啊，你也知道我们能拿出什么最好的来献上给你。主啊，我们恳求你给我们一个恩典，是我们所做的是参与在主你天上的计划当中，让我们所回应的是在主里面被看为有价值的。也求你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在主的里面有价值的，让我们的心为主你来热情。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持续带领我们今天一天的生活。我们或许就像那女人一样，不是完全的明白，但是我们恳求主给我们一个恩典，是与你同工同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妹。